好，来继续来看云林县的地层落入的状况是真严重。去年这个落入的面积超过103平方公里，落入的速度达到5.5公分。讲若是阁继续安尼超抽到地下水，这地层落入的状况就会愈来愈恶化。所以云林县政府伫高铁的沿线种迄种会当生水的农作物。高粱，而且甲金门的厂厂签约契作，未来会推出着限定版的云林金门的高粱，安尼一来会当生水来抗大旱，阁会当来增加着农民的收益。高铁列车经过云林县高铁沿线，差不多是1公里半的所在，即摆拢种生水的作物高粱。对地下水绝对是有帮助的，因为你毕竟你少抽的话，你影响的话层面就会比较少。种水稻其实也蛮难种的，因为天气太热了。云林县地面下陷的问题真严重，各位沿海地区移转到高铁沿线，尤其是可看的是农友超抽这个地下水，造成呢下陷更较严重。县政府因为安尼鼓励农友种高粱，因为种高粱较免用遐济水。去做高粱面积有88公顷，由园长土库湖尾的高铁沿线。云林县去年地面下陷的面积有103平方公里，以每一吨5公分半的速度伫陷落去，互人个烦恼。即马高铁沿线改种高粱，并且甲金门的酒厂有合作，要结金门高粱，未来推出限定版的云林金门高粱，嘛帮助农友增加经济收入，安尼加真侪好处。做家事哦，是我的。